今仔早起7:58发生规模7.2的大地震，震央是伫花莲县政府南东方25公里，台湾东部海域。地震的深度只有15.5公里。这届的地震差不多是32粒原子弹的威力，所以全台湾是拢摇甲真厉害。内政部嘛随成立0403中央灾害应变中心，部长林佑昌中昼嘛坐直升机去花莲。林佑昌是强调讲交通的部分，明仔透早铁路会当先畅通，望讲会当先来疏解清明返乡的交通。到目前为止，有4名民众死亡，那总受伤人数是681位。4名这个死亡的民众都是在花莲地区。那目前这个刚刚有听到这个简报，在天王星大楼这边这个大多数的一个民众都已经撤出哈。另外，我想花莲的相信大家都很关心交通的一个问题。那目前铁公路的部分是完全中断。那最新的一个讯息是，预计在明天的凌晨，铁路的部分可以抢通。那所以首班的一个铁路从树林出发，5点多的一个班车应该是可以顺利通勤。最优先的是把铁路的部分把它抢通，铁路的一个运输的一个运量也比较大。那后续再进行公路的一个